这科技进步呢，有好嘛有歹。伫咧网络时代呢，这学生囡仔受到网络性暴力的风险也被咧对悬啊。这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呢，2025年顶半年，这通报案件当中，未成年的受害者就占52%。有一个受到性暴力的这个高中生呢，是勇敢站出来，讲出家己的经验。伊认为这当中上界艰苦的，就是这政府无提供因这寡被害者求助的门路。 他在我不知情且不合意的情况下，擅自拍摄留存多过我本人的性影像，让我被迫活在恐惧中。 拄成年的曾东二，伊是性暴力的受害者，不过求助的过程充满阻力。伊讲第一时间甲学校求助的时，学校欠缺理小友善的说明，加上伊真烦恼伫咧学校厘清的过程，会受到第二届的伤害，互伊逐工拢过了真惊吓。那甚至有在网络上面来流传，让他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是一直在一个恐惧啊，然后跟一个担忧的情况里面啊。所以今天他也希望可以站出来，他也希望政府真的可以聆听，而不是在政策上面只是在纸上谈兵。 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，2025年顶半年通报的性暴力案件当中，被害者有一半以上是未成年，达到52.6%。国高民指出，上大的问题就是学生面对性骚扰、性暴力的时，唔知后一步要安怎做。加上目前的学生面对着网络性暴力和性影像流传的时，政府是无提供一个求助的管道。 那我们希望说有一个直接的窗口跟管道方式，不管是在网络上或者一个专线上面，让孩子当中在求助的过程当中，他能很直接的把他的状况能第一时间去保护住。 国高民建议卫福部爱提供求助的平台，也希望教育部因应网络时代，编一份新的教材，互囡仔知影拄着爱安怎做，也爱互囡仔知影，莫无意中变做加害者，因为每一届的性影像分享，拢会对被害者造成第二届的伤害。记者陈亚轩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